来看台南有一搭收养老牛的安养院，找人呢是来接到一只对南投来的赤牛啊，叫做牛牛。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伫咧找饲的时阵，互人发现讲受伤，而且倒伫咧南投的路边。经过机关甲善心民众的走踪，落尾总算甲牛顺利送到台南去安养。 收容人听动，听这只号做牛牛的心跳，即阵伊的心跳较紧，根本是运输过程造成的。这只赤牛啊，对南投再来台南，主要因为初期下晡有民众伫路边看到路面甲牛绑伫咧小货车咧行，要带去拍诊，煞因为牛无行过淡仔加路，落尾被砍折倒咧路边，骹底有真侪空脆。由南投县机关经过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代理执行长牵线，台南市机关李宗翰出面协助，甲送来台南安养。 现在养牛的人真的非常的少哈，也没有我们可以安置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南投县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才想说透过我们台南这边的医院来协助这样。脖子后方有那个勒痕外伤，接下来就是请现场人员做优点的这些消毒的部分是有在绞痛，那后续的话应该就是看是不是安排消体或是做一些消炎止痛的处理。本来这只牛牛是一个75岁的农民饲的，后来伊甲牛卖出去，引起网络讨论。因为南投无专门的收容空间，民众欢乐牛，互人掠去抬，因此由机关出钱安排来台南，伊嘛甲善款捐予这间台南老牛的厝。 台南市的规定里面，它必须要是台南市的牛。原本的规范里面，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自然人的身份来抚养这一只牛。来先隔离观察有想有传染病还是皮肤病要那违反要联络兽医来治疗。无你影响别只的健康还是袂使南投县议员感谢台南互牛有一个温暖的所在通住。根据了解，目前牛等下送来，就要先隔离，兼观察空喙状况。后续牛适应环境，就会放出去，参其他的牛做伙食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